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。開始影片之前，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同睇完之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講嘅新聞係關於一個新嘅新冠病毒變種，叫做禪病毒 Cicada， 學名叫 BA.3.2。呢一個病毒已經殺入香港，雖然暫時個案好少，但係因為佢有個特別嘅名，加上世界衛生組織將佢列為監視下嘅變異株，引嚟唔少市民關注。今日我哋請教咗香港專家嘅意見，綜合嚟講，專家話禪病毒嘅症狀同之前 Omicron 變種相近，主要影響上呼吸道，唔會特別嚴重，而且預計唔會成為香港主流病毒株。不過專家仍然呼籲長者、兒童等高危群組接種疫苗，預防重症同死亡。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禪病毒係乜嘢來頭，對香港有乜嘢威脅，以及市民應該點樣應對。首先講下禪病毒嘅背景。BA.3.2 係 Omicron 變異株 BA.3 嘅後代譜系，喺2024年11月喺南非首次被發現，但直到2025年9月病例先開始增加，科學家將佢命名為禪。Cicada 因為呢個病毒喺首次出現之後，曾經一度接近消失，好似禪長期喺地下休眠一樣，然後再突然出現。呢個名嘅由來都幾有意思。世界衛生組織喺2025年12月將 BA.3.2 列為監視下嘅變異株，即係話需要密切留意，但未到值得關注嘅變異株程度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話，截至2026年2月，呢個病毒已經喺23個國家同地區被發現，包括美國、英國、香港同台灣等。咁香港嘅情況呢？根據4月出版嘅2019冠狀病毒病及流感速遞，香港曾經出現 BA.3.2 新冠病毒個案，但係數目非常少。衛生署表示，喺今年1月同埋2月期間嘅污水樣本及社區樣本中，曾經檢出 BA.3.2 病毒株，分別佔病毒基因分析樣本嘅約25%同7%，即係話曾經短暫出現。但係而家已經回落，並非本地最流行嘅變異病毒株。現時香港主要嘅病毒株係 Omicron BA 點，2同 BA.2.86 譜系。至於症狀同致病力，香港嘅專家有詳細分析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，禪病毒嘅症狀同致病力同之前嘅 Omicron 變種相近，主要係上呼吸道受影響，包括咳嗽、喉嚨痛等，傳播率可能比之前嘅變種高少少，但係嚴重程度冇增加。佢提醒長者、兒童同埋長期病患者，因為免疫力較低，屬於高危群組，受感染之後有機會出現嚴重併發症，例如肺炎、呼吸衰竭甚至死亡。而新冠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預防重症同埋減低死亡風險，所以建議市民接種疫苗。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繁毅就話，現時香港出現嘅病例主要係 Omicron BA.2 及 BA.2.86 譜系變異株。BA.3.2 變異株個案較少，預計相關病毒傳播度唔高，暫時唔會成為香港主流病毒株。佢又話，感染者症狀輕微，健康市民感染後可能只有咳嗽、喉嚨痛，你唔用快測 check， 其實中招都唔知。不過佢指出 BA.3.2 有大約50個基因突變，佢免疫逃逸比較嚴重，即係話即使你之前感染過新冠病毒或者打過疫苗，產生嘅抗體都可能對呢一個變種冇咁有效，所以高危群組應該接種疫苗加強劑，減少風險。呢單新聞有幾個地方好值得討論。第一係禪病毒呢個名會唔會引起不必要恐慌？香港人對新病毒3個字好敏感，經歷過新冠疫情嘅洗禮，一聽到有新變種好容易驚。但係專家已經清楚指出，呢一個病毒唔會特別嚴重，亦都唔會成為主流，所以大家唔需要過度恐慌。當然都要保持警覺，但唔好自己嚇自己。第二係免疫逃逸嘅問題。孔繁毅話 BA.3.2 有50個基因突變，免疫逃逸比較嚴重。呢個意味住即使你之前打過針或者中過招，仍然有可能被感染。但好消息係疫苗仍然有效預防重症同死亡，所以打針嘅目的唔係為咗唔中招，而係為咗中招之後唔會死或者唔會重症。呢一個概念希望大家明白。第三係高危群組嘅保護。
長者、兒童、長期病患者仍然係最脆弱嘅一群。即使腺病毒症狀輕微，但對於免疫力低嘅人都可以引起嚴重後果。所以專家呼籲呢一啲群組打針係好合理嘅建議。屋企有老人家嘅，應該鼓勵佢哋按時接種加強劑。第四係香港嘅監測能力，衛生署能夠透過污水樣本同社區樣本及早發現新變種，呢個證明香港嘅監測系統仍然有效，市民可以放心，政府有能力追蹤病毒嘅變動。網民對呢單新聞嘅反應有擔心嘅，亦有理性嘅。有人話又嚟新病毒，有完沒完，腺病毒個名好得人驚，會唔會又大爆發？亦有網民表示，專家話唔會成為主流，咁都安心啲，症狀輕微，當普通感冒算啦。最緊要係打針，尤其係老人家。有網民就質疑，成日話打針打極都仲有，免疫逃逸咁勁，打針仲有用咩？有理性嘅網民就解釋，打針唔係為咗唔中，係為咗唔死，高危群組一定要打，後生仔就自己決定。從公共衛生角度分析，新冠病毒已經成為風土病，即係會同人類長期共存，病毒會不斷變種。但一般嚟講，變種嘅趨勢係傳播力越嚟越強，致病力越嚟越弱。呢個係病毒進化嘅自然規律，因為病毒唔想殺死宿主，想繼續傳播，所以腺病毒症狀輕微係預期之內，未來可能仲會有更多新變種，但只要唔引起大量重症同死亡，社會就唔需要再實施封城、停課等極端措施。香港已經進入後疫情時代，重點係保護高危群組，而唔係追求清零。對於一般市民，呢一單新聞有咩啟示？第一，唔好恐慌，專家已經講咗呢一個病毒唔會成為主流，症狀亦輕微。第二，如果你係高危群組，長者、長期病患者、兒童或者你嘅家人係高危群組，應該按時接種疫苗加強劑。第三，保持良好個人衛生，勤洗手，喺人多嘅地方可以戴口罩，但唔係強制。第四，如果出現呼吸道症狀，可以自己做快測，如果陽性就留喺屋企休息，避免傳染俾人。第五，唔好胡亂轉發未經證實嘅消息，以免引起恐慌。我個人分析認為，腺病毒嘅出現再次提醒我哋，新冠病毒並未消失，但香港經歷過幾波疫情，已經有高嘅疫苗接種率同自然感染率，群體免疫力比疫情初期強好多。咁所以即使新變種出現，都唔會再好似2022年咁大爆發。市民應該以平常心面對，做好自己本分，保護好高危親友就足夠啦。政府方面應該繼續監測病毒變種情況，適時調整疫苗接種策略，並且加強公眾教育，糾正錯誤觀念。最後，我呼籲所有市民，尤其係長者嘅家人，多啲關心老人家嘅健康狀況，提醒佢哋按時打針。疫苗唔係100%有效，但係目前最有效嘅預防重症同死亡嘅方法。同時保持良好生活習慣，均衡飲食，適量運動，增強自身免疫力。新冠病毒會同我哋共存，但我哋嘅生活唔應該再被佢綁架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，請訂閱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